其实我的求学生涯都跟卷印完全没有关系，然后是在外面工作之后，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，然后就觉得生活都一成不变，然后这时候下班，可能就是去运动或是画一些图，那偶然之间就看到，蛮多设计师其实会把自己的图，它变成像衣服或袋子这样的商品。因为如果只是图的话，那就完全只是图。那如果它可以变成有趣的衣服、有趣的图腾，那你可以带它出门，也可以向别人宣示说这东西是你做，我觉得这样子蛮酷的。那偶然之间，我就开始去找寻工厂，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在家自己玩。那一开始找了很多啊，有热转印啊，或是直喷啊等等的。可是就是它的硬体设备其实比较高。那可能我没有办法负担，那接下来就是它就是快速的去制作，那我觉得没有想象中有趣。那偶然之间就是到了一间网板的工厂，然后我们进去看师傅在那边印，我就觉得哇好酷哦，然后就问师傅说，这能不能在家自己玩？那一开始他就说就是可能看我是年轻人，就随便啊，你要玩就自己玩啊，说不定你又玩不起来，没有热忱啊等等之类的。那阵子就是可能就是就觉得受到打击，我就哇好啊，你不教我，那我自己来，我自己学啊。反正网络这么发达，然后自己去摸一些网板会需要用到的东西，然后自己去添购。那一开始也花了蛮多钱的，不过那阵子下班就是超嗨的，就是一下班就赶快冲回家，然后给西传然后马上自己玩。然后过程中也失败了很多次啊，因为是土法炼钢啊。那失败过程中，就是也会去问一下那边的师傅啊，就被呛了，结果还要跑回去问人家问题，然后就说：“师傅，我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帮我解决吗？”那一开始就是师傅会，可能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子，他觉得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什么都还没做就来问问题，你很奇怪啊！你应该是今天遇到什么问题了，然后你找专业的来解决，然后你逐步的去进步，逐步的修正自己。那所以就是我今天遇到什么问题，我就问师傅，然后师傅就跟我们这样交流过程中，他也对我蛮信任的，那我也很尊敬他。然后最后面我开出了第一个网板，我就说哇，都是他的功劳。那阵子就是因为器材没有那么的便利，现在就是有光桌，那之前没有光桌，就是拿那种照小鸡那种卤素灯，超热的，一打开房间整个大升温，然后又不能开冷气，然后就是插着，然后就穿一件内裤在那边晒，然后要晒7分多钟，然后就一边流汗，然后一边用灯去照它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有趣，然后把自己的房间组装成一个暗房这样子，然后最后我开出来的第一个网板，我把它亲手印刷在袋子上面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感动持续到现在，就是哇，全部都自己来，并不是说我今天画完图，我丢给外面的厂商让他们做，而是说今天我画完的图，我用自己的功夫把它做成网板，然后使它可以量产，而且又是每一刷都是自己亲手刷的，我每一份作品都有感情。名人切格瓦拉画像就是朱鸿祥创作的第一个卷印作品，因为他的名言给朱鸿祥许多的启发，而让他也透过创作更了解自己。首先我们要上感光乳剂，那感光乳剂是我觉得制版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，因为它刮上去的时候，它急需你的手感跟经验，然后厚薄度太厚或太薄也有关系。好，感光乳剂一般是黄色的。那业界也会把它调成像蓝色或绿色，只要它加其他颜色的色母就 OK 了。那正确的刮上去的时候，就会听到一个它跟纱网所接触的一个沙沙声。那我们就是正面跟背面都会刮一次。
好，那我们第一片就是确定它上去的厚薄度均匀之后就 OK 了。我们吹风机在吹的时候，其实不能离太近，因为如果太近的话，因为它上面这是聚酯网，它会破掉。那我们就是吹到它表面上全干，我们可以用手去摸。它刚刚是乳胶状，然后现在摸就是平整的，不会粘手。那如果说你拿吹风机拿太近的话，它就会像这样子破掉。那破掉之后，很遗憾的这块板子就不能用了。唯一能救的就是把它网子撕下，然后我们重新再粘网上去，这样。卷印可以说是传统的印刷技术，有别现今讲求效率的电脑输出。是以双手刷出属于自己的创作，也因为可以展现作品的独特性，所以让产品设计毕业的朱鸿翔爱上了这个缓慢手作，成立了涛人卷印，希望能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分享卷印创作的手感体验。一开始呢，我是承接设计案，然后这边的就是作为我一个临时的工作区。那因为刚好跟隔壁古都有一个合作，就是他们的库存部的计划。那我想说，库存部是个很好利用的媒材，那我们就跟他谈，他说可不可以让我玩卷印，因为我也玩出某些心得，而且有热忱，那就 OK 啊。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做。可是最主要让我支撑下去的是，创造力跟成就感。尤其是成就感，看着不管是我自己刷，或是让客人自己刷，就是刷完然后板子一拿起来，图案浮现上来的那刹那间的感动是千言万语也道不尽的。然后其实，在绘画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们会画到表情，那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老习惯，就是我今天在画一个很惊讶的表情，我在画图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画一个很生气就会这样子，这算是坏习惯吗？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一张叫黑稿，就是用来曝光用的。那我拿这个笔呢，就是本来是运用在说今天输出的一张黑稿，然后它不够黑，我们就会用这个红笔去把它补黑这样。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如果有学员愿意来这边学习的话，我们也会准备像这样的器具，然后让他现场去绘制。像有的它是比较像毛笔这样子，就是可以一笔有粗有细。那有的就是今天细一点的，我就用细一点的笔去画。其实呢，我们比较不怕学员们画不好，而是怕没有想法，所以我们课程时间都会抓久一点。那如果没有想法的话，我们就会引导说，最近生活中有什么好玩的，或是你的人生又到了哪一个阶段，你或许会有一些想法。那如果你有想法，你只是缺方法的话，那我会给你一些建议，或是给你一些刺激，说不定你就会有某些画面在你心中产生，然后就用你的手法把这个画面画下来。因为这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会是你自己的，不是我的。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活艺术家，我觉得就是已经把它融入生活里面了。就是我今天无时无刻，可能我今天去买饮料，然后今天被插队，哇靠！这个人好过分哦！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画下来，然后把它画得很有趣。那最后它就变成一张很有趣的图。那或者是说我今天回家吃饭，煮了汤，超咸的，哇，怎么会煮这么咸？太扯了！就把它画成一张图，下面就可能就写哇，汤好咸，或是咸，然后把它做成很酷，大家都很喜欢的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设计就是会以比较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或感想，或者是体会台南的生活下来之后所
生出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这样子。我画会画很大，然后输出可能就输出小一点，因为你一旦画大的东西，你一缩小之后，它整个细节会变得很漂亮。不追求技艺，但是追求整个画面的完美。翻开朱鸿祥的作品册，厚重的2大本子收集了他近100件的作品，从富有童趣的动物、带有台南意象的图腾，到记录城市生活的符号，作品相当的多元。而他身上穿着的工作服都印着他所设计的各种图腾，里头穿的是印有帕尔亚意象的 T 恤，这可是住在布袋的老阿嬷亲手帮他刷上去的。那我就来介绍一下一些作品，像这个我很喜欢的虱目鱼，因为我外婆她是养虱目鱼的，然后小时候就是鱼身啊、鱼肉啊都被卖掉，然后剩下鱼头。那我们家每次就是都说只煮虱目鱼汤，然后就是锅子一打开，东西鱼头，然后我们就要称鱼头，然后我现在看到鱼头就会怕。对，然后下一张，哦，这是布袋的一个高跷痕，它是一种候鸟，然后它很可爱，就藏在布袋湿地上，看到它在觅食这样子，然后也是为了布袋以前是台南县啊，就是为了这块土地去设计的东西。然后还有这个是台湾的黄嘴角鸮，很可爱的一只猫头鹰。像这个台南，它是一个行李箱，它就是那时候有香港的朋友来台湾玩，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很酷的话，他说来台湾就是一定要来台南玩，然后我就哇好酷哦，听都没听过，我想说是不是在乱讲？然后说没有，其实大家都这样讲，来台南最能体会到台湾的生活，就是民情啊，或是热情等等的，咱台湾的热情啊。旁边的设计会以吉祥平安，其实这是一颗橘子，然后会带有浓浓的传统味道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有时候，台南很常见，就开店会有一个很像凤梨的彩球挂在上面，就是用这个去做的。然后还有吊一些我们新民厅的一些绳子。啊，这个图如果印红色的，我觉得它会很漂亮，因为我们蛮常印的这样。那我觉得后呢，它是一种活化石，就是它从古至今就是都没什么变。那我也希望我成为像这样的一个，就是努力的创作，然后不要被很多东西去绑住它，就是走我自己的路，然后成为我自己想成为的人，然后在这一片大海中努力寻求自己的生活，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处。这样，隽印创作最迷人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非常有手感和温度的印刷。创作者可以发挥无比的创意，从图案到色彩搭配，印刷时浓淡深浅也会产生不同惊喜变化，而各式被印物的材质变换也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趣味和质感。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一个曝晒动作，就是让光去照射我们的网板。那像透明的这地方呢，就是因为光会透过去，它会跟感光乳剂会光起作用，它就会硬化。那像这些红色的地方，因为它光透不过去，所以它等于我们网板的内侧这边就没有起作用，它还是脆弱的。我们等一下就用水把它冲掉，我们图案就浮现了。那接下来我会用舒压着，为什么要用舒压着？它其实网板跟我们刚刚的原稿一没北，所以它这样子的话，它没办法进行一个成功的曝晒。那就用书把它压着。然后推荐蛮厚的书，越厚越好。我就接下来就进行曝晒。那其实我们上面都会用一块布盖着，因为 UV 灯其实它有杀菌的效果，所以我们眼睛如果离太近，其实会不舒服。那我就会留一个洞，看它灯管到底有没有坏掉。那接下来我就让它曝晒，然后这台机器只要15秒就 OK 了。那其实它曝晒完之后，看网板它其实就有淡淡的图案的浮现。网板曝晒后，接下来就要用水小心的冲洗掉还依附在印纹上的感光乳剂，
并且确认图案细节。现在在做就是有些它会卡在上面，那卡在上面的我就会轻轻的用我的指腹去把它搓掉，就不能搓太用力，因为现在其实网板还是脆弱的。那这个步骤其实算是整个网板的过程中算最有成就感的。不对，第2有成就感的。卷印比较常运用在说我们刻制团体服啊，或是皮带，那或者是工厂用的，它可能就是做电路板用的。那外面的卷印跟我这边的卷印又不一样，我这边是比较倾向于创作，就是今天你可以自己画自己喜欢的图，然后自己来这边体验开板，或是体验印刷，你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。这是涛人这边的卷印，跟外面卷印很不太一样。那我希望这边就是这边也会跟一些国际大厂的库存部合作，那我们也有很厉害的社区妈妈，我们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你自己喜欢的袋子。你说你提把要长一点，你要加一个拉链，你要加个内袋，加个扣子，这边都能做到。所以这边是从袋子就能够帮你客制化到，就是从头到尾都帮你客制化。然后来这边就是希望你带走不仅仅是一个袋子，还有你中途印刷的所获得的那种成就感以及感动，你也可以带回家。然后这个袋子你也会好好的去使用它，这样子。因为其实库存部一直是个问题啦，库存部它就是，你如果放着它没有使用它，它就是垃圾。那如果我们单纯把它变成商品，它卖出去也就还只是一个商品。那如果今天你加上你自己的印刷的东西，你赋予它的不只是一个图腾，你给它的是你自己手感印刷的感情。那如果你把这份感情带走的话，我相信你会好好珍惜这个东西。那我们这边颜料就是它是水性的，它跟油性的不一样。水性的是专门印在衣服啊或者纸张上面的。那油性的呢，它就是主要是那种像亚克力啊、镜子啊这些塑胶，就是塑胶含量比较多的东西上面。那水性的也比较环保啊，就是它会跟我们的亚克力颜料差不多。那油性的呢，它就是很臭，它就是对人也没有那么健康，所以我们这边呢主要就是玩水性的这样。那我们就图也做好了，袋子也选好了，我们就今天就挑选一个颜色来印上去，然后就看你喜欢哪一种这样子，老师有建议什么样颜色吗？酒红色跟藏青色你选一个好了，这2个颜色我很满意。那酒红色好。好啊好啊。挑选完颜色后，接下来就是卷印最迷人之处——印刷。颜料刚打开，我们都会稍微给它拉一下，让它水一点。手持刮刀以45度角刷上颜色，这时手持的力度、角度都会影响印制的品质。因为手感、油墨的浓稠度，甚至是心情、呼吸，都会使得每一支印刷相同的图案都会有不一样的情感温度。所以当网板拿起的那一瞬间，真的会有不同的惊喜。24岁就成立卷印工作室，朱鸿祥坦言，有时压力大到边骑车边哭，但是他希望自己就如同工作室名称涛人一样，在惊涛骇浪的困难中，也要努力的完成梦想。Talk Human 涛人 ，Talk 就是涛，那就是希望来这边每一个人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也分享我的故事，我们彼此做一个交流，说不定，我是你卷印的老师，那你会是我人生一个启发点的一个老师，因为你拥有你的人生，彼此都用心在上面的人生，绝对能有一个好故事，我们可以来互相分享、互相交流。压力其实很大，可是我从小就是一个，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好像只要不伤天害理啊，违背伦理道德，就是能去做就去做。所以家人如果给我压力，我也是不管他，反正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，因为想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放在那边，然后你要在自己因为现在出来创业就是自己要控管自己，不能够花太多时间，例如在耍废啊，或者在睡觉。睡觉还好啊，就是
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，我应该更努力的去经营自己，然后经营套人工作室这样子。那我一直都觉得压力很大啊，就有时候会做噩梦啊、便秘啊，一边骑车一边哭啊，东西做不完啊，然后不会做啊，或是没想法啊什么的。不过也符合涛人这2个字，就是我是一个要在浪涛中前进的人。因为如果我是一艘船，今天如果风平浪静，我只会一直待在港口。那如果今天我长期的一直在奋战，一直在那种惊涛骇浪之间，我会变成一个很强壮，然后变成一个我哪里都能生存，我很有能力的一个人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目标。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体验军营，朱鸿翔把军营变成简单有趣的体验课程。除了在学校社团开课，也受邀到企业举办体验活动，以及创意市集的邀约。不论是小朋友还是阿公阿嬷，都可以透过他的解说，亲手体验军营，将丰富有趣的图形印刷在帆布袋上面，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。我觉得最大的回馈就是他给他的感动啊，因为他今天哇，他好喜欢哪一个图，这个图好可爱，或者是这个图跟他有共鸣，他就说我想印这个，然后想印袋子好了，我就放在上面，然后我就会帮他固定住，然后让他自己去刷，然后刷完会说我要拿起来了，他都会很紧张。我说3、2、1，然后他会吓他一下，他就哦不要吓我啦，然后我就啊好，然后我帮他拿起来，那一刹那就哇好酷哦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是我所能够从客人身上拿到最大的财富吧，就是他很感动，我也很开心，我超开心，哇我画的怎样，很帅对吧？这样很骄傲。我们想做的就是不仅仅是在捐印里面，我们可能今天有跨领域的合作。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就像我们之前合作，我们有跟 Volvo 合作过，他们是一个算是车友会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跟其他行业说，你们今天可以自己来这边玩，然后自己可以带走一些东西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，就像涛人跟 Volvo 其实完全就是没搭嘎，可是他们今天如果可以来玩一些东西，然后可以亲自带走，我相信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美学。那我们现在常做的就是说，我们把一些城市的风景啊、人啊、事物啊、生活过的痕迹，我们将它创作，然后变回我们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再回馈给在地，或是回馈给是周遭所有的人这样子。那这也是我们擅长的，也是我们希望做的。我们会一直朝着文化跟生活，因为我觉得生活跟文化是分不开关系的。我们会着重在这个地方，也不是说着重，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啊，这样就是我的创作。然后我也希望，我做出来的东西是最符合现实，就是最贴切、最真实的，然后没有一些虚假的东西或者糖衣去包装它，它就是最真实的，然后呈现给大家看。文创风潮兴盛，让不少视为旧物重获新生。朱鸿翔把创作的热情运用在捐印上，将原本为传统代工的捐印技术转变为美学体验，让这门充满手感的怀旧印刷以更潮的姿态刷出新的样貌。